创世纪第50章。约瑟拍伫伊的老爸雅各的面啼哭，甲伊针。约瑟反复侍候伊的医生，影响了抹伊的老爸。医生就抹雅各。医生照规定影响了抹雅各的身世42句。埃及人为雅各哀哭70日。为着雅各哀哭的日期过了，约瑟对埃及王朝廷的官员讲：“我若对恁得到恩典，请对埃及王转达，我的老爸叫我咒詛，着伫伊死了后，将伊安葬伫迦南地，伫伊为着家己准备的墓。请替我请求王允准我上去埋葬我的老爸，后来我会阁倒转来。”埃及王讲：“你通照你咒詛的去安葬你的老爸。”约瑟就去埋葬伊的老爸，甲伊做伙去的有埃及王的人神、埃及王朝廷的元老，甲埃及国所有的长老，阁有约瑟全家伊的兄弟，以及伊的老爸的家眷。只有因的囡仔甲牛群、羊群留伫高山地区。另外有真侪战车甲马兵做伙去，送葬的场面非常盛大。因到约旦河东边阿达的五谷场，就伫遐大啼哭、大哀伤。约瑟为着伊的老爸哀伤追悼7日。迦南地居民看到阿达五谷场的哀哭，就讲：这是埃及人一场盛大的葬式。迄个所在就叫做阿伯密西，是伫约旦河的东边。雅各的囝照因的老爸的吩咐，将伊运到迦南地，安葬伫万里的对面密比拉田野的洞穴，就是亚伯拉罕对赫人以弗伦买来做墓地的产业。约瑟安葬伊的老爸了后，就甲伊的兄弟以及所有甲伊做伙去埋葬伊的老爸的人，拢倒转去埃及。约瑟安慰伊的兄弟。雅各死了后，约瑟遐兄哥就讲：约瑟若要怨恨咱，一定会照咱以前安怎歹款待伊，甲咱报复。因就拜托人去甲约瑟讲：你的老爸特别是以前有交代讲，恁得甲约瑟安尼讲：以前你的兄哥歹款待你，你得赦免因的过失甲罪恶。但阮是你的老爸上帝的仆人，求你赦免阮的罪恶。因对约瑟讲这的话，约瑟就哭出来。伊的兄哥阁来拍伫伊的面前讲：阮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哪会当代替上帝？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，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。今仔日才会当有遮侪人活着，但恁毋免惊，我会照顾恁甲恁的囝儿。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因，互因安心。约瑟死，约瑟甲伊的老爸家眷拢住伫埃及。约瑟食101岁。约瑟有看到以法莲第3代的孙，嘛认马拿西的孙马吉的囝做继承人。约瑟对伊的兄弟讲：我阁食无偌久啦，毋过上帝一定会照顾恁。带恁对遮上去到伊立誓应允要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咒詛。约瑟讲：上帝一定会照顾恁，恁得将我的骨骸运倒转去迦南地。约瑟死，拄啊101岁，人用香料甲伊抹，将伊放伫棺木，停伫埃及。